过雷阵雨一阵雨有时造成民众的这个恐慌，也是有来淹水。那包括咱今仔然后这个气象局还来讲，一个礼拜有可能有风台要来临所以呢，咱来前来关心咱湾林这个园区的这个附近的这个积水的一个问题咱除了讲我认为咱的这个施工所针对咱的莒光路的这个地下排进来做施设以外，咱呢也有另外一个是咱的这个蓄洪的一个部分那未来伫咱的龙灯公园家有2个这个蓄洪池是相通的，可以容纳到47000mini 的那个1个小时的一个这个防洪量。那另外的话，我们过去在我们园林的地区，大概是只能每个小时是45公里的一个这个数字那经过改善之后，可以到我们的这个71那至少说可以这个不是急降雨的状况之下，不会有这个淹水的一个这个部分。那除此之外，后续还有南平排水的一个整治，我们现在也在加紧脚步就希望尽速把这个排水的这个设施我们尽速的给它建制完成，让我们这个强降雨也好，或者说台风时间也好，能够呢减少对于民众的这个生命财产的一个这个威胁那我们呢一起来这个美好彰化希望城市一起来。市长，这个经费大概要多少？这个经费现在我们龙灯公园的经费总共是大概1亿大概8000万左右那莒光的这个地下排的一个部分应该是3000多万的一个部分。后续我们还有在南平排水的一个部分我们一段一段会把它整个，因为整体的规划已经完成那现在就针对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再来把它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工程的一个完址这样。雨水下水道会做大概9件的一个改善工程，那工程大概有1.5亿左右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整个在雨水下水道完成之后，其实就可以提升到每小时大概67 mm 的一个保护标准，这个已经大幅的会提升一个通水能力了。但是呢，为了要因现在其实是随便的比如说我们上个月这个月其实随便大概1个小时都很容易就超过这个保护标准，所以我们为了提升整体的一个防洪机制，所以会在龙灯这个地方再多做一个滞洪池来提升，是以防洪减少它的洪水冲击为优先。但是我们要顾虑到说，其实它现在就是一个公园的使用，所以我们要维持它的一个休闲的运动空间，所以要让大家这边可以活的提升区域的防洪功能，就是我们2个的滞洪池，这是我们主要2个